今日这个平安，真欢喜，咱连续2礼拜拢看到大日头哈，安尼上顶上帝光永远要甲咱伫地，要照伫咱的头前，也将病毒来紧紧的消除，也互咱大家拢通恢复实体的礼拜。咱中间虽然今日实体礼拜有可能会较少，搁拄着节日，无要紧，咱犹原伫遮要来敬拜俄罗，请咱来看圣诗776首。上帝正路仆，报主互人知。第3节、第4节的歌词有较注意一下吼。第3节拯救归上帝，以一日宝座。咱拢着出声，俄罗圣羊歌，正天使拢报扬，称呼主耶稣，因大家拢拍落敬拜，搁称呼，吼，因大家拢拍落敬拜，搁称呼。第4节，当咱来敬拜，以堪受尊重，隆重的官兵、智慧甲权能，尊贵以及祝福，盛世无数万。无数万，俄罗感谢无尽，疼痛永无限。咱来唱第3节、第4节。第3节。拯救归上帝，以这的宝座。看485首，诸大纷飞，若失落伫我一生。咱来吟第3节就好吼。485首第3节。请咱闭关心来准备礼拜。
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，伫伊三军的时求救伊。歹人着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，归往耶和华，伊要怜悯伊。归往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变行赦免。请咱来吟圣诗176首，上帝正路簿，报主互人知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咱议员徛伫三角名使徒圣经来做信仰告别，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，打一日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咱三个来交托启文。启文第17篇，圣诗后面25页的所在。启文17篇，咱三个来启用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心神恋慕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伊也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寿，徛起伫你的厝的迄号人有福气。伊的力在伫你。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，
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。因哪行气力哪加天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，你着看。伫你的殿里住一日，较好1,000日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，伊袂捌了一项好物。万军的耶和华，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。万军的耶和华，阳光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俄罗你，因为阮的性命对你来创造，阮的一生对你来引带，阮的好处拢无伫你以外。你有满满的恩惠，阁有慈悲怜悯的疼痛。你保护阮，亲像保护目睭人。你将阮看捌伫你的实下，天父啊！阮感谢你，但伫这个末后的世代，全人类处处充满了冤巧悖逆，做的捆绑行为变行伫全地，地靠百姓起来攻击百姓，国要起来攻击国。上帝律例无人要遵行，上帝教示无人要遵行。所以，全人类陷落伫一个艰难困苦的日子，病毒瘟疫遍满全地，全球的经济一直伫衰退，人的生活方式受改变，人甲人的距离也改变。主啊，这检是末日的兆头吗？天父上帝，我要同心合意来向你恳求你的赦免甲怜悯。求你按你的面无看阮的罪，撤销阮一切罪过。求你甲阮创造清气的心，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。毋通赶阮，互阮离开你的面；毋通对阮收回你的圣神。求你互阮有缘得到你救恩的快乐，赏赐阮有自由的神来扶持阮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的节日，阮要通过圣餐，搁一摆甲主耶稣三甲祭祷，领受主耶稣圣体宝血，所为阮最正救赎的功劳。愿将今仔日的一切懊恼、敬拜、八饼香杯，拢仰望伫主的面前，求主欢喜感纳。愿同心伫你面前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免。学老，请圣乐队所要念的诗歌是主啊，找见我。
求主找我做你忠实信徒，将我学习安慰赦免人，因带我，互我真实群体你，日日尽心来服侍你，我的性命献互你。请咱来看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书20章19节到23节。约翰福音书20章19节到23节，伫咱的周报后面的所在，依然有登录。请听我来读。共迄日礼拜日暗时，门徒聚集的所在，门拢关着，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。耶稣来徛伫因中央，对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伊讲了，将双手甲协下互因看。门徒看到主，真欢喜。耶稣佫甲因讲：“愿恁平安，亲像爸有找我，我也找恁。”讲煞，伊对因分开，讲：“领受圣神，恁赦免什么人的罪，因就得到赦免；恁无赦免什么人的罪，因就无得到赦免。”以上愿上帝通过伊的话，使互伫见若听见，佮照安尼行的人，讲道请黄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包括咱人所想会到的平安，互阮。伫即个黑暗关系掌权的即个世界，你互阮有得胜的平安。恳求主，你今仔日信心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当通过你的话语，知影你所赏赐的平安。是遮尔啊，会当互阮通倚靠的平安。阮咱的仰望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今仔时的天气变化真大吼，连绵好天，日头赤呀呀，啊连绵佫落大雨，佫过一两工，可能佫会落大雨安尼。总是正捌听过，就是讲五月节、端午节啦吼。五月节过还袂过，毋通安怎？毋通收棉被啊！我捌听过，毋通收棉被，毋通安尼，因为梅雨嘛，一直你拍棉笑被的时阵，迄个会湿，较湿安尼。总是过了五月节了后，就会当较会当拍衫、拍棉笑安尼吼。总是即马吼。天气的这个变化，地球暖化的影响，这气候的变化愈来愈互人抓袂牢、抓袂稳。好，随望已经5月节已经过了，总是呢，梅雨还袂停哦，梅雨还袂停哦，下礼拜阁有一批吼，听讲下礼拜阁有一批梅雨安尼。天气的预报，天气预报，天气的预报对咱日常生活是有真好的帮助。互咱会当事先准备，会当降低迄个灾害甲损失。总是咱若发现有一寡进步，咱会忽略，咱会感觉啊无影啦，毋免去注意。比如讲，咱过来7月、8月有风台，风台的进步咧，即几年有个人会讲，风台就袂准嘛。讲偌大偌严重的风台，要对台北，要倒位安尼过？安尼嘛是安尼愈过、闪过，无代无志，吼，天气偌尔啊好，所以呢，风台的进步啊，听就好啦，无影啦。一路今仔日的经文内面，约翰福音一路跟底耶稣的遮的门徒，伫耶稣受钉死伫十字架顶了后，因是真戆影。耶稣的受难对遮的门徒来讲，实在是想象超过因所会当想象的，是一项意外的代志，对迄当阵的门徒来讲是意外。总是耶稣受难这个代志，并不是意外，咱拢知影。耶稣伫进前就已经，两早进前就已经遐个门徒预言伊会安怎？伊会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嘛？毋若讲一摆哦，佫讲3摆。耶稣安尼一直讲，讲我无偌久，我会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我会受难，我会受苦，我会死。总是门徒就安尼听过，无人去注意。
文道无将耶稣的话当作一回事，因犹原照常过日子，对伫无法度掌握的未来，因选择忽略，无要去注意。当耶稣果然照伊的预言，互掠、受掠、受逼迫、受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，伊死埋葬落阴府。这个时阵，文道行到逃走，四界找所在要密起来。因需要一个真安静、真安全的所在，袂受搅彩的所在，将家己关起来，好好啊想清楚。到底这是什么代志啊？到底什么代志发生，哪会安呢？因已经无气力，搁去面对，搁去应付搁较多的意外的代志，甚至因无气力去安慰彼此。因所会当做，就是用家己所剩的迄一点点仔的勇气，来面对家己内心的迄个惊吓，面对家己正前是毋是选择对耶稣这项代志。敢是错误的代志？文道内心的犹豫不了多，当初遮尔坚心决意要跟对耶稣，这个耶稣，伊到底是几岁？甲当所投入的时间甲精神，敢拢是白忙一场吗？拢在做白工吗？我所跟对仰望的这个耶稣，到底是几岁？既然伊是上帝囝。咱会无法度救家己咧，他会无法度将家己对十字架顶救落来。我对耶稣的认识敢有啥物误会？我敢会因为然后咧，佫想讲，我敢会因为安尼佫嘛受掠？我是对耶稣的文道的，遐个犹太人，遐个徛官位的犹太人，遐个宗教领袖，敢会放我煞？过来，我的未来要安怎来安排？我原本想要对这个耶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！即摆无法度鸡犬升天啊！我卖迄落红掠就袂歹啊！我的未来要安怎？我要如何来面对我的亲情朋友的责备甲啼笑？即顶门徒坐伫遐，就伫边仔的遐个人一看，哎哟，遮个人因内心毋知安怎拍算。啊，阁有一我走到毋知走倒去的遐个文道，因的未来因会安怎拍算？世界遮尔大，敢若无我通徛起的所在。坐伫迄间厝的迄顶文道，是一顶失去耶稣基督的团契，是一个失落耶稣基督的团契。伫一间门甲窗啊，拢关甲密的所在，有一群将城门也关甲密的文道聚集做伙，因无任何的对话，也无任何的动作，只有听见家己的心脏在噗噗跳。这时耶稣雄雄就出现伫因的面前，甲因面对面。国外的耶稣闯过迄个墙，闯过迄个壁，就安尼闯过，徛伫因的面前，对因讲。愿领平安。耶稣受难正前，这个平安，其实这个平安就已经赏赐互因。伫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遐有讲，耶稣讲：伫这世上恁有苦难，总是伫我的内面有平安。我已经赢过这个世间。耶稣讲甲遮尔啊清楚，总是伫迄当阵。当耶稣要将这个平安赏赐落来的时阵，对文道来讲嘛是听过去，就亲像耶稣预言家己要受难共款，文道感觉这个平安敢若和我无啥物关系咧，因为我即马对耶稣就对甲好好啊，这个平安不痛不痒，亲像咱定定讲啊平安哦平安哦，各位兄弟，当咱在甲彼此在讲平安哦，平安哦，莫咪人平安哦。这个平安这两字对你来讲有啥物意义咧？迄当初的文道感觉这个平安对因毋是遐尔啊重要。伊若袂清楚这个平安的真实的意义到底是啥物？对伫耶稣的预言，咱是毋是也定定无将遮个代志当做一回事？
当耶稣有言讲，咱伫世上有苦难，总是伫伊的内面有平安。咱拢注意，伫伊的内面有平安，平安这两字，总是迄个苦难迄两字带过，敢若无苦难，没有苦难，咱忽略有苦难会发生。当耶稣讲毋爱派家己的十字架的人，不配做伊的门徒。咱拢意爱做伊的门徒，总是咱无爱拍家己的十字架。当耶稣讲，咱就是结连伫伊即个葡萄树的枝的时阵，咱拢知影，系啊，咱要结连伫葡萄树，但是结连伫葡萄树的枝，总是咱无爱互修剪。咱意爱诚做迄个枝，总是咱无爱互主耶稣来修剪。因为咱常常选择家己意爱去听，当咱所以伫咱实际上碰到困苦的时阵，当咱面对家己的十字架，当咱要互主来修剪的时阵，伫迄点，咱真可能，咱真有可能会恶得接受即个所谓无预警的事件，可能会亲像遐个门徒共款，拒绝去接受遐个事实。亲像彼得共款否定家己甲耶稣的关系，想要避起来，想要逃走。伫苦难发生、确实发生的迄当阵，有可能咱感觉家己受主的气杀，感觉家己互主出卖、受背叛。伫迄点，咱会感觉家己一切，咱所选择的一切，咱对家己所选择的产生犹豫啊，甚至来否定家己，对家己感觉失望。只有想要将家己关起来，当咱面对遐个恶得解决的困境，确实需要一段时间，互家己会当安静落来，互家己会当得到调整，好好来思考，接续要安怎去选择，要安怎去行。伫这段时间，咱需要邀请耶稣进入咱惊吓不安的内心，需要耶稣甲咱指导、甲咱调整、修正，通继续行上帝所替咱备办的道路。伫迄段期间，咱毋通出在家己对上帝的犹豫愈来愈大，咱袂使出在家己对上帝失落信心。咱若是有确实。真正有需要将家己关起来，迄的确是必须，咱必须着爱迫切想要和主相拄的时阵。当咱想要将家己关起来，是为着要迫切脚步甲主相拄，绝对毋是爱对主的面前来逃走。毋过有时啊，咱发现伫现实的生活，往往毋是安尼。当咱碰到一寡恶得想象的代志，碰到一寡挫折，碰到遐个所谓无预警的事件，其实耶稣拢讲过，遐个苦难并不是无预警的，因为耶稣已经讲，伫这世间有苦难。碰到这个事件，一般人的反应就是停止参加聚会，将因的心门关起来，无想要分享。无想要和别人讲话，拒绝一切关心伊的人，包括耶稣。另外，也有一寡人，伊会继续参与聚会，总是因将家己的上热，将家己受伤的所在暗藏起来、稳重起来，伊会感觉迄个上热真见效，惊会想看轻、受否定，会互啼笑。伊只有想要甲家己装甲水当当，将上好的一面展互别人看。总是就是咱一直想要暗藏家己的伤热，暗藏家己的软弱，甲挣扎的时阵，其实这一切拢在自我否定啊！咱在否定啥物？咱否定耶稣，也否定家己的选择，否定家己所信的。亲像遐个秘伫咧房间内面关起来拢关起来，遐个门徒，因无法度，
因无法度亲像保罗安尼，因无法度亲像使徒保罗满有信心夸口家己的软弱，因无法度亲像使徒保罗夸口家己的失败。使徒保罗知影，伊的软弱、伊的失败，拢是要彰显上帝的大气力。迄当初的门徒也无有信心，总是使徒保罗已经满有信心的气力。所以当咱若无想要面对家己的失败甲上压的时阵，咱当然也无法度通夸口，咱靠主耶稣来得胜这项代志。咱若无想要面对家己的错误甲失败的时阵，咱才会当夸口，咱伫耶稣内面通有得胜甲平安的。当遐个门徒将城门关起来，遐个门徒看见耶稣就徛伫伊个中间，迄当初门徒还反应袂过。耶稣就讲：“愿恁平安哦，平安哦。”哦，这个平安哦，敢若有影，敢若阁无影哦。我嘛毋知，我即马到底是有平安无平安。我的心脏原来噗噗跳，足紧张的，足惊吓的安尼。耶稣所应允的平安，也无法度进入因的心中。咱也会当想看卖咧，伫即个疫情遮尔啊大的即个时刻，牧师毋知影，定定伊甲牧师有敲电话去关怀。迄也是咱平常时咱有参与聚会，咱彼此在讲平安哦平安的时阵，咱敢有平安？还是讲袂使，喙安嘛着挂好，吼，倒位嘛着爱较注意的，吼，还是安怎？我敢若毋是介平安，无遐尼确定啦。迄个平安敢若无遐尼确实。毋过，当国外的耶稣继续将伊的上业。将伊的上业展互门徒看的时阵，门徒一看就欢喜。门徒一看到耶稣的上业就欢喜。太为门徒一看到耶稣的上业就欢喜咧。门徒太为一看到耶稣的上业，就知影这个人确实就是国外的耶稣。伫迄当阵，耶稣过去的预言拢诚做活的见证。诚做耶稣果然对死国活的见证，诚做耶稣伊果然赢过世间的见证。门徒内心遐个上业，因为耶稣的国活得到医治，因的惊吓甲失败，因的犹豫甲失望，遐个原本因拍算要暗藏到永远、稳重到永远的迄个内心的。因对家己的迄个真大的否定，因内心的迄个上业，伫国外耶稣面前，伫门徒组织的迄个团契中间，拢诚做因对死国活的见证。伫世上有苦难，总是伫耶稣内面，果然有平安。国外的欢喜绝对袂停止伫迄个暗暝。上帝如何差遣耶稣，耶稣也照常差遣伊的门徒。耶稣就向门徒分一口气，耶稣向门徒分一口气，互因领受信心。耶稣的这个动作，阁是一个预言呐，阁是一个预告。耶稣预告这群门徒。几若天了后，伊要领受信心充满，因会领受信心的气力，互因有能力、有能卡，将这个平安的福音传出去，互这个世间一切受捆绑的人，拢有机会得到透放，互这世间所有一切互罪恶辖制的人，拢有机会得到赦免、得到医治。这时的门徒，不过是一群失落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这群门徒伫这当阵，因有将耶稣的应允听入去啊。伫因听候信心的过程的中间，这群门徒用一个新的生命，继续因的团契，做伙伫耶稣的平安，伫耶稣的国外，
调整家己，坚定家己的信心。因面对也接纳因过去种种的伤痛，真正对因来讲真见效呢。耶稣受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因拢逃走，呼认耶稣。照讲耶稣伫因的面前，因应该足见效的，足下民主的啊，太会，正情况太会安尼失败哈？哪会遮尔啊软弱？哪会遮尔啊无信心？总是因即时，伊面对家己的伤痛，因接纳也彼此接纳过去所做选择。当五旬节圣神降临，因无过是适当逃走的温度，因即阵温度是愿意抛弃家己的十字架，随时互主找肯的团契。照安尼来看，咱受找肯进前，就必须爱学习来面对家己的失败，面对家己的伤痛。咱活伫黑暗掌权的即个世界，受苦难。有苦难、有失败是正常的，有伤痛也是正常的。总是遮个苦难甲伤痛，并毋是失败啊。最近咱拢知影，毋是最近啦，一直以来，咱有时啊看一些体育台的节目，譬如讲打棒球啊，打篮球啊，这些运动选手，那些运动选手身上难道都不带着伤吗？那些运动选手，他们常常会受伤，受伤是正常的代志啊。总是遐受伤的过程，也是因努力的见证。拿到冠军杯的那一些选手，哪一个身上不带伤的？总是应该会暗藏因的伤痛，袂暗藏因的伤痛。耶稣也从来无看轻咱所受到的苦难甲伤痛，因为耶稣伊家己也捌经历过。耶稣家己也捌经历，伊是安怎伫众人的面前受到那一些羞辱，受到遐尔啊看轻，互人遐尔啊看袂起，鞭拍、烫目体。钉十字架，对咱来看实在是足见效的代志。遐个代志，耶稣拢捌经历，所以遮个伫耶稣身上所受的遐个苦难甲伤痛，颠倒是见证伊安怎对死搁活。同款，伫咱身躯、伫咱的性命所受到的苦难甲伤痛。种种的伤痛，也是见证咱是安怎靠主来对死搁活的见证甲记号。伫咱生命中，遮的伤痛是咱脱离罪恶的关系，对死搁活的见证。遮的伤痛是咱的荣光啊，也应该是咱的欢喜。咱若是确实明白家己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就袂设法。一直想要来压看、暗看、稳藏家己的伤痛，搁较袂躲闪家己的呼召。教会耶稣基督的温度，一群奉主的名受找肯的团契，咱要伫这个团契内面学习用基督的眼光，用基督的平安来看家己，也来看彼此。看咱所拄着的遮个困难甲伤痛，伫圣神保惠师的保守甲带领，咱有勇气，分享家己的伤痛，有信心伫团契中间来见证，家己是安怎靠主耶稣对死搁活，是安怎靠主来得胜。当咱伫教会团契，看见彼此的对死搁活的遮个伤痛。当咱看到彼此对死搁活遮个伤痛的时阵，咱就确实知影耶稣果然踮伫咱的内面伫活。咱即阵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就会对即个中间得到完全的医治，得到完全的讨帮，也得到主的赦免。
是安怎得到主的赦免的？因为当咱真见效咱的上业的时阵，就是对主无信心啦。咱以为想要靠家己，想要等上高上水的迄方面，互别人看。咱对主的德性无信心，所以咱毋敢，咱见效等家己性命上下。所以当咱有确信、有信心、有勇气来分享咱的见证的时阵，伫迄点，咱游玩，咱也是得到主的赦免。咱拢是有血、有目屎、有欢喜，也有上热，伫耶稣基督内面活的见证人。世间人会拄到的困难、痛苦，咱同款也会拄到。世间人所经历的遐个平安欢喜，咱当然也会领受。总是咱的平安是无需要暗藏的，咱的平安也无需要碰风。咱伫基督内面的平安是实实在在，是会当带领引带咱行到永远活的平安。去做一个奉主的名受差遣的团契，咱就爱对家己开始。耶稣道成的肉体踮伫咱的中间，成做世界的光灯。咱也借着圣神保惠师的引带，伫真理的内面，咱也是道成的肉体踮伫世间人的中间啊。咱每一间教会，每一个团契，每一个领受圣神充满的遮的团契，咱拢是道成肉体，徛在伫即个世间的见证人。所以，当咱用一个基督徒的身份，好好来生活的时阵，用基督徒的身份哦，要注意哦，用基督徒的身份，好好伫即个世间来徛在。互上帝旨意伫咱的生命彰显，伫即个黑暗的世间，咱若是会当靠主刚强，毋惊失败，毋惊有受伤，毋惊有困苦。若是安尼，咱若是安尼会当稳稳徛在伫失败、伫罪恶的中间，咱就会当得到透放甲赦免，不断经历。对死国外的平安甲欢喜，安尼咱就是一个奉主的名受差遣的团契，是一个会当荣光主圣名的教会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赏赐圣神成做阮逐时的帮衬。借着真理的神，互阮通伫黑暗的世间，看到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行伫主你的道路，通奉主的名受差遣来荣光主你的圣名。主，阮感谢你将这个奥妙向阮来启示，互阮有份伫主你的圣工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请咱过来吟圣诗，圣诗485首。主大恩惠，若失落伫我一生；主大恩惠，若失落伫我一生，请咱起来吟全首。主大恩惠，若失落伫我一生，我虽软弱。真正可配妙。
请坐，圣礼典请牧师主持。这是来要进行圣餐，咱做伙来献开圣诗215首，圣诗215首，耶稣身躯替咱定死，咱坐礼金就好，来金全首。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记那属伫伊教会陪餐者，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主耶稣讲：恁着磨担重担的，着就跟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修也捌传互恁的。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提饼、祝谢，白伊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讲：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是，着今日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。直到伊搁来，伫咱领受圣餐大心，咱来照耶稣基督的模样，大心来感谢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，阮谦卑求你找恳圣神来圣别阮。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，对着你恩典的帮赞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主耶稣讲。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
为疫情的关系，阮幼园是请长老将饼下伫你的手中，咱毋免家己来摕。既然你有受洗礼，或者是坚信礼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来领受耶稣的身躯，伊的恩典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今日来纪念伊，请咱同心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主耶稣也安尼旁边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入的。既然啉的是，就今日来纪念我。请服侍长老。
这个杯就是信约，伫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。等啊，你们是着今日来纪念伊，请咱同心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国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净化的食物。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。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、重视的圣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善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当以后会通荣光主你的圣名。奉主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搁来吟圣诗215首，咱来吟第3集就好。圣诗215首第3集。这条奉献，请书献的当讲说法。会众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公道的时间，咱掀开酒杯的内野，咱就看台岛的事项。
由安教会意向就是宣传正圣道，万民皆祭司。咱要为着机体欠安的，陈经主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陈丽水、罗雪英、洪甘基、赵玲玲、林淑婉、陈美芝、谢丽辉、刘慧忠、罗胜雄、陈秀荣、杜娇、林怡诺小朋友，德文长老、陈义丽、肖福元、赵太牧师、江秀玉、李念之、刘秋敏、吴义梅。福建的中间就是周民，个张兆明兄弟，王树军、张妹妹，甲黄千惠老爸吼。第二项，咱为着台湾的防疫政策、医疗量能的分配，民生的安定求助保守。第三项，咱为着全球因为种族、政治、宗教等的因素所来演变做对立甲在小台的事，伫耶稣基督的平安甲观念中间，通得到化解。咱就这来献上咱的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，即时阮奉你的名自一伫遮敬拜，上时阮献上阮有声无声的祈祷，恳求天父阿罗听阮的所求。无论是因为疫情的困扰，心灵软弱惊吓的，也是身躯病痛的，恳求主，互阮因为我靠你，搁一摆坚强阮的心智。定心太阳事实无望的关系，勇敢踏出信心的脚步，因为知影主同在的气力赢过一切苦难，我们得到胜利到有春。这是阮也要用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讲：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。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子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了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，请看周报内页第3页的所在。教会消息第一项，本主日是圣神降临节，是普世教会的生日。感谢主耶稣救赎的恩典，互咱会当常常经历国外顶头生的平安甲喜乐。本主日举行本年度第3摆圣礼典，感谢耶稣的平安甲咱众人同在。第二，为着要互爱产服侍同工有更较友善便利的工作环境。教会1楼的厨房料理区正伫咧进行全面的改装，工程有据2礼拜会完成，大概6月中旬啦吼。请大家期待。第三，6月7日到7日，台北中区会牧者退休会，咱教会2位牧师拢会前往参加，地点伫宜兰的所在。
第四，近期请留意个人的身体状况，若有确诊，也是居家隔离，也是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状况，请的确要遵守防疫的规定。愿主的医治甲平安，甲大家同在，也愿主保守大家无过头的惊吓。第五，各团契会长伫5月2日前，请提交第二季7月到9月第3季啦吼。7月到9月团契活动甲服侍排班，互干事来会诊。第6项因为消息伫周报出来了后才出现的吼。第6项好事也是喜事舞龙长老甲内关长老的宝贝查某囝。就是咱久久伫主日学服侍好的同工、尽职的同工，而且要结婚，甲庄太兄要伫个6月11要先登记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的朋友我本嘛爱处理的婚礼嘛拢袂当举行哦，所以疫情的关系这个婚礼甲宴社会需会延期。但是因伫后礼拜6月11会先登记结婚，这个是喜事，大家甲我恭喜一家服侍主，上帝的确祝福这个婚姻，咱感谢主吼。团契消息，第一项上年团契、吸线团契以及妇女团契，拢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6月份的聚会拢暂停。第二项是社青青少年团契，因为疫情伫高原期吼，6月份依然维持线上的聚会，儿童主日学也调整做线上的教学。报告以上吼，若再奉献的名册，就伫这所在，若有啥物出入，则为咱过节来订正。咱来吟上咏圣诗508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吟诗了，请牧师祝祷。请起立来吟上咏。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，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，咱的主耶稣国起来，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，接受主的呼召甲差遣，将荣光归伫伊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衰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
绿岛避讳。